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用咗好大嘅篇幅咧，係設立專章，詳細描述各種惠民嘅政策。而對市民嚟講，就業問題就係其中一個佢哋最關注嘅部分。我哋建議設立舉報黑工嘅熱線，施政報告亦都係有相關嘅回應，並且係針對2項輸入外勞申請較多嘅行業提出呢個優化嘅計劃，確保本地勞工嘅優先就業。而日前鄧炳強局長主持嘅跨部門反黑工專責工作小組呢，亦都係開咗第一次嘅會議，匯報咗喺頭2個星期之內已經係收到超過100宗嘅舉報電話。我哋希望專責小組能夠積極跟進同埋調查呢啲舉報嘅案件，而且係要嚴懲違法嘅僱主同埋黑工，等市民睇到我哋打擊黑工嘅成效，推動全城構建監察黑工網絡，保障本地香港市民嘅勞工市場嘅公正同埋規範。其實講到勞工呢，我哋亦都係睇到施政報告裏面呢，亦都提出咗深入檢視輸入外勞嘅政策。我哋相信呢個係能夠針對性地打擊濫用嘅問題，而且係聚焦真正欠缺勞工嘅種類，幫助相關嘅行業同埋企業去面對挑戰。不過政策幾好都係要貼地，亦都係要發揮作用，所以我哋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咁樣同業界係溝通同埋聯繫，聽取佢哋喺勞工方面嘅需要，而且亦都係要精準咁掌握行業嘅勞工實際情況，包括技能水平啦、工作滿意度啦、流動率等關鍵嘅信息，再結合失業率等數據，以便可以對輸入嘅計劃咧進行更加動態嘅優化同埋調整，俾我哋嘅政策能夠有靈活性同埋針對性，真正咁樣保障本地勞工權益，同埋支持企業蓬勃發展，達到彼此嘅雙贏，促進香港經濟嘅發展同埋穩定。